年轻人的创业梦由姑姑领进门。68年次的吴正全与好友一起逐梦，用图像表达想法。这是一只松鼠骑着摩托车，然后露出大大的屁股。对，可是他说他很瘦。一切从零开始，把仓库翻修成工作室，找布料、开发通路，统统自己搞定。简单的 T 恤以质料诉求取胜。一件衣服，它的价值性不在于它的复杂性，一件很简单的衣服也可以卖出它的价值来，在于它设计，还有版型，还有它的车工。但总要有独特点，所以一件衣服一个 size 上限20件。年轻世代的眼光简单而直接。像我22岁的时候在香港买一件衣服，那它只是简单的写个22两个字，可是我到现在都不会丢掉。也要跟上时代，响应环保。设计师让吊牌多了个用途，瞧，玄机在这里。事实上，它就是一只尺。你把这个拆掉之后，你也可以放在6孔架上面。那你当然平常也可以放在你的铅笔盒里面使用。对，品牌草创时期还有努力空间，网络通路测试买气，成绩有待检验。年轻的时候创业的时候非常困难而放弃，所以现在看后一辈创业，我非常支持他。可是万事起头难，不要灰心，莫狼狈。心功不狼狈，对不对？哈，就不要灰心，而且代表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在采访当中，我观察到衣服吊牌上特别注明了台北，来自台北。之所以强调这个，年轻人说是因为市面上好多的潮牌，你还是会看到来自欧美、来自于日本的创作原型，而他们决定不这么做。这个品牌希望大家注意到他们的来源，还有接下来他们要说的故事。心功唔好狼狈。还有机會，心講唔好人踢，還有機會。